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真相土马街》，我是刘佩珍。今日现场有请到嘅是长江大学嘅李树忠教授，李老师同观众朋友问候一下。大家好，我是树忠。今年当欢喜呢，有来个机会来大家打招呼，讲一下有关嘅蒙神的故事。讲到蒙神吼，虽然是唐国听都会传说啦哈，我想一般人可能很难想象讲，要是乡野传闻，都在真嘅还是假嘅，都会听到疑问嘅事情，要把伊做嚟变做一张研究嘅题目吼，佢好像老学术唔会连唔起来。树忠这时候大家分享一下，你用办法开始对这个题目有兴趣。好，首先呢，就是讲，你刚刚有讲过，就讲，随时嘅成长的环境，比如当多安尼有关蒙神的故事。好，让俺爸爸就让他讲，我去看某个玛莎，基本身蒙神前过，一种来的，佢说安尼故事。特别从台湾嘅北部客家地区呢，当多，你阿咩一只刻板印象就讲客家地区嘅蒙神嘅倾倒，好，不过后来嘅调查看上唔系安尼，那我一种原因就是讲从美国读书嘅时间呢，有许多安尼有关嘅精神医学方面嘅训练，喺方面呢有一种同特别嘅精神嘅状况呢，一种。偏啦吼，係佢留嘅蒙神嘅情形呢，有得會唱，係呢種情形，很多英文很多dissociative figure，好，呢種情形就當成就講，有按呢情形嘅人呢，佢會亂走，亂行，甚至呢，佢唔記得佢自己係乜啥，佢也可能唔記得佢樣辦行嘅唔記得，完全唔記得，還有呢一道按呢有關，就係講。精神方面像官能症這方面嘅症狀現象，我老人民間傳說講本蒙神見到天窗，也係一種兩位一種原因啊。還有呢，那上來台灣以後呢，我發現呢，一度按照台灣現代有關蒙神嘅講法，就係講你係早期失智，硬即個好按照人類學精神醫學呢方面啊，像。唔係安尼，失智冇相。失智可能有一部分的人會出現安尼走失啦，潛到路啦，安尼會有。不過從啲文獻上，歷史嘅記錄來看當多唔係安尼情形。實際上當多係生人嚟俾人牽走嘅。係哦。係，嗰種講佢係失智我想唔係安尼。最後咧，我想就係講。實際上有啲人對我做呢方面嘅研究冇寫一道東西，我做按呢樣嘅研究探討啦。一道嘅有關乜嘅紅衣小女孩乜嘅就攞進來，上電視講下咧有關嘛。那像做研究可能當初嘅就講，冇留按呢當有意思嘅主題冇留嘅八卦鬼怪嘅事情。連在一起然後佢分開來。你係當有意思、當嚴肅嘅事情，出得嚟做學術上嘅研究啦。係安尼想啦。唔過我頭一問題係講就講啲講學術界，特別係醫學界，就講過去對所謂乜嘅東西，特別做學術研究，基本上都有這個種基本嘅看法。基本嘅看法。我好奇嘅講，你愛用蒙神呢個題目，到呢個兩個地方，用把佢本人接觸咗一個研究嘅一個主題，係然後你愛用做研究，我去北京發講會唔會很題目？題目唔佢啲當有意思嘅主題咩？我跟呢冇關係啦。唔過就講開始嚟做了研究嘅時間，有時間。然後本人介紹是個片研究介紹嚟講，你係一個做蒙神的模型啊，研究者，大家就都 sell 那就當好奇啊，那就冇幾多在 sell 人講，怎麼會 sell？用辦會 sell？ 係啊。實際上呢，你也覺得蒙神有趣的地方。有蠻講。因為呢，老佢們太本人會老講就講。哎呀，就個鬼怪嘅事情咪冇乜個意思，呢係一部分。那我一部分就講，
佢呢等于样板會 sell，佢即個咩問題？哦。嗰種呢，像嘅，佢也都少嘅營養慢慢就起價唔低啊，本身就會一個文化嘅現象就會咧蒙神嘅本身嘅表現。錯啊，所以一個文化現象。係一種集體嘅一種經驗。哦，不過咧經驗同特別同很模糊啦。嚇，嗰種咧嗰種研究咧，那當有意思，不過係當到研究像我有去請過中研院文史哲方面嘅專家來請教，其他啲咩當到講就係講。呢一種東西冇辦法做研究，因為冇辦法尋到一個穩定有科學價值嘅一種嘅 data。呢一部分其實係我想要講嘅，就講一般所謂學術係嚟研究，聽到我講就講係啦，有實證，係你講有資料嘅基礎嘅東西。哎，有時你做研究，譬如我要看嘅是，其中有一個科學嘅方法，其中有一啲基礎來講，而家嘅研究都在做得好嘛，都在有價值嘛。我事實上，人家面對所謂本盲神，研究呢件事情本身，它就是不可捉摸啊。冇錯。好所以我想嘅等下可能有機會來講啊，就講我用版做緊研究，你有冇變做講八卦，講紅衣小女孩，好嘛？睇下。要從嘅研究嘅方式上，要有一些設計，有一些理論來協助，你當又做得這卦一樣。不過蘇東你講，係你冇老以淪為八卦嗬？唔過我對外行人話，聽到每一個八卦嘅問題，你聽下有冇蒙神前奏講嘛？實際上呢，老蒙神呢有相關的一種現象呢，很多鬼打牆。鬼打牆。我這個有讀過，用白講。即係講我有一擺，佢已經從秘密國轉來，我做中院工作。佢就這個同好就騎奧多拜呢，到處亂走嘛。有一擺我就行下，這條路東有名，因為後來佢陳進興去逃亡嘅路線。山地嘅路。山地路，這個南港還有山嗰邊。他就奇怪呢。其實一般有隻細細那個路口，頭擺就冇看過，冇看過嘅路，那就要去看一下好嘅啦。佢時間差唔多下晝2點啦，那就去，已經嚇到兩百啦，佢睇到像另外一個世界。冇教養嘅，冇班上嘅。唔過咧，佢一看就睇見一個私人的墓園。冇動態哦，唔係細細隻動態哦，動到雕塑啊。可能怪怪，係啊，那就去看，冇辦法嘅，明明唔係佢嘅建築物，明明，就攞不來看，嗰個感覺當奇怪。哦，你問題來咧，我出來，見唔到本來嘅路啊，出來，嗰條路我行當到擺，當清楚嘅，見唔到，嗰時候我按你撈，後來滴，按你出來發現，終於聽到嘅路出來。晚上6點。頭擺按行道吼，騎奧多拜，差唔多40分鐘。唔是1點鐘嘅路程。唔是1點鐘，你下按你一來去，4到鐘點。下半節結束，我出來後當行啊，因為唔知我去個導彈。唔知去個發生乜嘢。後來看，原來我已經繞過個山區哦，我從汐止出來。從偏個地方出去了。偏咗那個台北冇行安尼路啊，出來以後呢，當行哈，沒講也覺得安心了。唔過呢，其他一般接到電話，有我接到一個電話，人話講，我一個親戚死咗。個時間上當奇怪啊！神奇。就當神奇像鬼打牆嘅個時間呢，那一個經濟高神。如果你係那現象咯，一般人睇去談到嘅種夢神，前奏都有啲像我這有2點，第一點就講你嘅時間感，唔見得咧，就是你嘅時間感，唔見得。那我嘅做空間你聽唔到，迷走，嚇。你嘅老年後我做夢神研究，你那經驗對我講有關係嗬。從那個時候開始呢，我就去問啊，有碰過那種鬼打牆的事情呢，我就老去問，用白老去記錄去了。
啊，要动神机啊，因为像我们台湾嘅钱哦，像个91800，嘿，佢要动神机，佢就讲用嘅，安尼有一种迷航嘅、迷向嘅安尼种经验，嗰种係叫我哋老去看研熟啦去研究哦，实际上懂得老生态、老地景、老人的心理嘅状况，老生理嘅情形都有关系，都有关系，还有老文化，好，嗰种用咧一种跨领域研究啦，啊，动神机，看像大家应该会有兴趣。那他俩个就做天后高，后高係因為對呀啦現象有好奇啦，係哦係哦。啊有人啊聽下本身好歷史嘅，啊要不然你們講早期嗰種開闢所謂啊嘅山呐，冇按到年嘅時間，啊還有啊都按大家4年嘅知識，對4年嘅知識冇按到嘅時間。嗰樣時都得要把伊想象了啦，現象啦，嗬講望神本人天了。啊，以後我想在下一堂過下詳細談之前，呢一篇嗬，用一些時間啊，想問一下蘇總，你講你開始做下研究，你話要做訪問嘛？你目前你已經訪問過幾多？就講要本望神天了那種經驗嘅人。本望神天了某一度，因為我做嘅研究唔係講單純嘅訪問，我去看嘅地景。哦，好，去嘅你做嘅地方，較人類學嘅方式，我留相關嘅人去救援嘅人，然後去訪談。哦，然後我拿到嘅前多嘅時間嘅錄影帶，嘅記錄樣向咧。哦，好，陪我談蘇總老師，用分享嗬，確實一個望神嘅研究，我見晒嘅層面非常嘅廣哦。我想呢一個部分呢，等下一堂節目詳細來談。觀眾朋友，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因為講到一神切話題講到望神嗬，本望神天就係那雖然是加上談到嘅話，唔過蘇東老師然後佢做一個學術嘅研究，唔聽有講到你嘅方法，因為做聽到嘅訪問，唔單止係本天就嘅人，還有做要埋去救嘅人，所以嘅。係你幾家屬，還有後來嘅儀式，後來嘅我辦我就安魂嘛嘅東西嘅動作啊，做人做天都有嘅挑戰嘛。我想嗬，因為到台灣有非常特殊嘅歷史嘅發展，香港人當然講望神，啊一嚟好多人講模型啊，可能要有族群當個冇相同嘅想象嗬。你係咪主要一部分老太太分享你田野嘅看到嘅東西？一開始呢，你要講。用辦落嚟命名嗬，一差別動態。哦，像有一隻講話係芒草嘅芒。哦，芒草。基本來當到係來自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嘅老嘅農業文化裡面嘅一種有關係。係，但係那麼有一種講係芒係嘅芒。木族看唔到那個芒神望神。喺台灣咧係用天道咧客家人啦，就講係魍魎嘅魍，對，嚇，旁邊一隻鬼，旁邊係一個王，係咧，你啊從你較像山精水怪，你部分安尼字，山哪啲嘅，嗰種咧用木腔嘅命名嘅，你魍魎嘅可能。帶出來嘅想象啊，意義咧就冇乜強樣。佢好多人講嘅模型啊，有強樣嗎？有啲會重疊，唔過我冇做太多呢方面嘅研究，我做研究較大部分係從因為有關咧，北部地區、南部地區嚇，你啊就冇強樣嘅族群嘅人，盡量樣板來講。樣板讀到望神，望神係乜嘅樣嘅？哦，樣板會讀到看到乜嘅，發生乜嘅事情，跟你談到嘅係跟你談到嘅太地講望神係乜嘅樣嘅？你就動神資料嗬，一北部嘅老南部嘅嗬，冇因為咧有就同困難嘅問題就講，你啊下有關望神嘅資料嗬。當到係流言八卦哦，傳說流言口傳的嘛該吼，按你記錄當到嘅時間嘅資料冇價值啦，因為唔係樣板來嘅咩，嚇，嗰種
了还几个真困难的问题，假使了的问题做得克服哈，那像太低的宽度，不过你也冇人敢讲啊，因为你懂复杂，不过太低看出来，人用亲就大概的讲一下就讲，北部和南部哈，看到嘅蒙色嘅性别差异动态。哦，咁樣講啊，嘅北部看到係誰來？誰來？就嘅蒙色係公的。哦，雄性的。雄性跟南部呢，動到係馬。哦，是。母的蒙色呢？哦，嘅有年紀嘅差別嗎？年紀啊冇。紅衣小女孩。年紀啊冇，年紀啊冇研究。冇研究到。不過呢，嘅身形啊。哦，身形。北部呢，較細。較細隻。綠色咧。如果較細隻男性。男性綠色嘅。哦。南部呢，太隻。較國泰。買。哦。紅色咧。紅色嘅哦。有暗色。不過兩種老看佢發生呢一種傳說嘛，嗰啲地方嘅文化嗬，我連在一塊。像南部東有名一個社頂公園，你知道？就墾丁社頂公園，一個東有名嘅案例嗬，就講佢祖母啦嘅孫誒都被遷走。哦，如果一家人啲都阿婆老孫誒都不能遷。冇同樣時間哦，不遷走，然後都走。哦，兩個都有多走。然後呢，佢喺度講嘅東西呢，就留嘅一種傳統嘅典型嘅。按那個蒙神當蒙供養，後來他俾人去查啊，佢去當到講法老平埔族嘅傳統有關嘅。哦，佢看到嘅個蒙神咧，嗬，係在2公尺嘅，全身紅色嘅。哦，不過呢，你南部北部呢，沒有一些東西嗬，或有從天嘅，就從供養嘅啦。用白講，像嗬，當到就會有講，讓人換內衣。換衫，換衫褲，並且不是外面衣服，底部嘅衫，帶衫，帶衫去換睇，然後叫搞彎，嚇，還有呢北部，maybe 台灣嘅規則嘅呢種比較，用白講 typical 嘅，按嚟講法就講，人被開咗發現以後呢，佢係一種動神奇嘅情形，就講佢會按嚟偷懶，佢唔係動鹹到叫唔係哦。必錯冇，呢個社會好像我去看嗰個叫鯉魚潭嘅案例嗬，佢人本人前段時間見到那個從嗰個大水溝底度，佢身體上下顛倒。哦，佢個反轉顛倒。佢搜救隊呢去清潔時，睇到佢條講法。哦，佢講來視察，大家來視察。哦，像老人講法。老人講法，當到有老人講法嘅啦。好，然後呢，當到就英文就講 euphoric， 就講係笑嘅，乖乖嘅，嗬，唔知發生乜嘅事情。那某一種典型就會講。一度不停到係，所以就食嘅牛屎啊，好，跟牛屎呢，你們幾個乜嘅幾多講嘅是雞腿，是雞髀，雞髀，好，雞髀，還有呢是個月桂葉，葉貝，葉貝特定的葉子，跟葉貝老生態管理有關，有關。跟老環境有關。嗰種呢係動到啦，因為講像一般人發就講馬上唔見睇咧，不用見咗嘅。我用版翻譯，你嘅翻譯大家差唔多。你大家就講，佢蒙神講乜嘅？講吵鬧，講聲音。嗰時候呢，敲鑼打鼓，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好你像將來就講像，我都想就講，我做你按樣嘅研究我尋到一隻冇邊嘅元素。天然嗬。把佢撈佢歸納出來嗬。你係懂基本的做蒙神嘅研究，懂重要嘅部分。不過咩就真有意思嘅地方就兩邊。因為我出去按嚟見，當然俾佢見咗咗，你當時之後佢轉嚟後，佢唔敢講。你係嘅也成，佢做乜嘅唔敢講，係呢？佢個唔記得。唔知啊。都唔知。嗰個你係做有按用人類學嘅人訓練嘅人去問，因為。你啊，我們要懂得技巧。你做唔得，讀得個有我問佢唔好人講。要技巧，用把
跳过了有禁忌性的问题，好，叫我唔好讲，啊，叫我讲，嘿，嗰陣我講台灣嘅情形就係講，基本上要做一個分析，但天氣有冇相同，哪一邊係相同，按樣來做。那下一步怎麼做全世界冇同樣嘅天氣嘅比較？按你除咗你啱講嘅想到嗬，非常多一個有關一個網上嘅傳說，係你講就講哦，有人唔見睇過去前落來，大體都會發生到一個山崖地段。你就反過來介紹，佢係咪有冇種嘅同生態有關聯嘅意義？一定係因為呢，就係講，像唔看佢發，嗰種我有上過一種研究嘅方式，就係講，要嘅衛星定位。要發現地方攞個 TV 下來，一定會發現安尼就係講，網上嘅角度從山邊啊，好，佢水邊啊，海邊啊，佢冇咁嘅東西，沒有安尼，沒有你講嘅海邊就爬出來嘅嘅咩網上嘅，係冇咁樣嘅限制，將日本嘅合同，佢有冇咁樣，因為你用白講。你要從西方分得很清楚，有一種係講不存在在人世間嘅動物，佢係動物，動物，唔講咧，佢唔係鬼怪哦，佢係動物，而且佢嘅形象挺古典，嗰時候台灣有出版嘅什麼個台灣妖怪誌嘛，對，佢完全用動物學下來，按嚟佢動物，唔過網上就唔係按嚟，又唔係動物，佢唔係動物，佢係可能有啲鬼怪，按嚟嘅東西，嗰時候我想就要做按嚟一步一步來做研究來分析，然後整理嘅資料，按嚟當做出較有意思嘅一個研究啦。係，咁樣我想問一個好奇嘅問題嗬，如果因為你要講，當然要做訪問係冇咁容易，你要非常多國嘅國土，你要到錄像帶啊、搜證啊咁樣去看嗬。就你看過嘅資料地方，有乜個俾你印象特別深嘅冇？你做一個看一個東西，看資料時你會驚冇？當然冇驚。你會驚嗬？那去到去到山地去行路人就驚。你會驚？咁我做唔來。唔過，實際上講嘅記錄嗬，大部分網上牽走我做啦。係，我真係當後輩章有按年記錄。嗰時候你係講講，你當到有冇注意到一個當重要嘅一個問題就講，啲網上嘅人牽走，用牽走，咩歡迎哦。錯。牽走做人咧係愛嚟討人 euphoric。嗰時候你啊想嚇，啲你啊嘅網上嘅東西嗬。實際上老人嘅關係唔係按單純嘅，唔係叫按你鬼怪純粹嚟歡迎，本人出鏡嘅，唔係，佢係有啲 playful 英文講，按你個戲弄你，佢戲弄嘅怎麼動態？那你啊就係講，你咱我一般來講就係講，沙飛科學來看呢一條東西哦，唔係講我研究我嘅鬼怪那邊來那種。想法用辦落，唔係攞老叻奇奇怪怪想法，比方多啲嘅沙飛地度，可能佢老叻沙飛老啦生態，又加嘅文化有乜嘅關聯，按嚟當有意思啦。係佢啲研究上係要按樣嘅堅持。喺書中講到咧，我做一個一重要啦嚇，就講網上一直係無法度非常明確去介紹嘅一個講起文化現象也好，講起傳說也好，實際上人在動態來看兩個事件事件，假使像我自己寫詩嘅，我假使用文學嘅角度來看，我可能在攞網上當中沒有一種嘅象徵來講，我對沙飛沒有個現象嘅看法啦嗬。我想有個一個網上嘅文化性嗬，樣睇起來非常嘅豐富哦，人都下一段節目能夠詳細來討論。觀眾朋友，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
今天有请到李淑忠老师老大家分享一个以神切发的蒙神吼。淑忠，你听我讲到蒙神，两个现象嘅文化性啊吼。我去甲讲伊，我想谈两个题目，主要係因为，过一谈到咧个别的人，基本蒙神牵走，可能要转来。不过谈起来，按样嘅现象，按样嘅传说，又唔係一时一地。而且流传非常长嘅时间，历史当中一直都有人讲，以后台湾各地方都有，因为表示个人对啊那现象的重视要有没有种集体性，就讲讲嘢经验，要把它变作文化地都一个集体大家。虽然讲唔出蒙神係乜嘅，不過一講到蒙神嘅時候，大家話有一種類似相同嘅反應。按樣是非常神奇嘅過程吼，後面然後向你多講一些咧，你去講研究嘅心得。嘿，你啊，即係講蒙神呢啲東西絕對其實係一種個體老集體連續的一種現象。像我看過一些記錄那就唔啲計劃請歷史學家像安尼去檢查講佢嘅有效係真係假嘅啦。我看過嘅記錄學到，因為日本時代就嘅個嘅記錄，時代嘅記錄有講就講台北地區嘅凱達格蘭族這個聚居的地方地圖就有一個地方，佢名啊很多蒙神的橋誒。批名做很多蒙神橋，叫做蒙神溝。蒙神橋。蒙神橋。係那我一個人啊看過一個照片，個照片咩就會講，也可能還聽得到，就會講士林台北，士林地區啊，有個文史工作者，佢請到一個咩有名嘅地標吼，就講唔聽人也唔記得從哪裡，就講有一個就說走入森林嘅石階個石階，石段的路，大概石階一階一階吼，個上邊就有一個名。哎呦，有人神奇咯！個名係全部都係幫蒙神建造嘅。意思講這條路有非常當然就發生從來俾蒙建造嘅。對呢一片本人建造，後來有記錄，有人記錄。馬上，名係寫上邊，個名係東道。個老人家講嘅蒙神橋嘅嗬。東權啊，嗰種呢一種講法就講從人家講歷史上東道，那我就講呢一種東西啊，呢下就變成香港變成一種象徵。我同啲老人開玩笑講，我就唔好講客家話，客家人啊，樣板哦，客家話嘅能力本蒙神人嘅天造，唔好講嘅啊。佢呢意思就係講。不要轉來哦！那就講給蒙神變成那麼一種象徵。錯。係啦，好，跟等下個人有機會我再來講兩下。我就講一個故事，就我去做個田野調查，我碰過一種懂神奇的故事，就講那叔老侄子，阿叔老出嚟哈，阿叔老出嚟，兩三年同時讀到蒙神嘅。強勢不蒙神建造，不過佢唔兩三唔係講，唔見得人去請到唔係，佢即刻逃出來。有兩個有強下出來嗎？佢就係講兩個人嗬，就老家頭擺做事嘅時間，嘛個關係嘅溝通就講安補呀，差唔多是包飯樣呢，佢而是給家裡面附近嘅祠堂，筆筒裡面呢，去抓那個怪嘅，去捉怪，捉怪嘅，兩三年有人就叫他就去嘅，奇怪呢，捉怪捉，怪有一道線，用嘅就過唔去啊。有一條界線嘛？界線，怪就用嘅就過唔去，兩三就講，怪哦，我們走看，用嘅之後就用嘅行就行到遠點。冇法度行出去，冇法度行。兩三年同事就講讀到誒，佢講讀到咧，讀到誒，按照民間嘅做法呢，有一種就講按那種東西啊，去講人嘅屎尿啊，佢阿宋呢就講跟人嚟飆尿嘅，佢飆尿嘅嗬，一飆呢
比如这个地方呢，感觉跟头前一条线就散掉，散开来嘞。哦，安样就有路嘞。哎，就有路。唔过那个两三年都请路的时就当紧走，因为咧很熟悉的地方，当西藏又出唔去啊。同时呢，其他都从紧张请路的时间呢，去发现佢嘅身体啊，变透明。看得到。哎，变得按你透明，可以透过去。哦，穿透。哎，然后呢，重要以后呢，佢走出去以后呢，佢阿叔，我喺聽阿叔講嘅，佢出嚟銀無堂度，佢阿叔就講當強啊，用走啊，走回到家。唔過呢，佢走到我靠頭前呢，佢安補呀咩？佢撞到一個東西。哦，撞到一個毛茸茸嘅東西。哦，又唔掂嘛？唔掂嘅東西，我佢用佢停下來看一下，佢嚇到啊！有冇講？一個病人行喺個嘅土誒。啊，按太大嘅土誒。你一定怪怪啦，係啊，你可能按太大嘅土。好，個怪怪好，一種問題叫問題。如果答對，當然過。哎呦，好像闖關遊戲哦！哎，當成機。哦，佢要記得幾問題嘛？唔記得，唔記得。真嘅就嚇死誒！回到家，佢講躲在床底下，唔敢出來，一直到天亮。哦。天亮以後呢，佢將老家嘅感應哈，向下去看，佢堵到嘅土嘅地方，佢土嘅地方就會夾嗰邊幾個月。以前，永遠就會自殺，有命都有命嘅都會自殺。幾張以前幾多地方有發生過事情？發生過啲唔好嘅事情。佢拄好在幾多地方拄到嘅一隻東西。哦。佢說按樣嘅講法當神奇。跟你訪問了位阿叔嘅事件，佢離呢件發生呢件事已經幾久咧？冇1-2年前。1-2年前拄到嘅。要從醫學上來講，就講2-3年都不電呢，有安尼情形哦。腔死不電呢，唔過你看上唔將不電，非常理智啊。對，係，佢做法嘛咁樣動有道理嘛。唔過咧就當奇怪，因為頭擺講嗰本蒙神簽，咁嘛嘅，就1-3年。同時呢，一到嘅時間呢，本人簽就做了，你唔可以講，唔敢講。係，唔過你2-3同我講啊，唔過佢講嘅情就講，你啊種情形跟真件唔獨到乜動嘅人講。所以啊，你好奇諗問題嗬，就講當然一開頭要講，你係以學術嘅研究，唔係冇希望講佢變做像八卦，或安樣佢嘅部分嘛。佢像你安樣佢聽下調查佢嘅研究嘅結果，然後佢寫咗文章去發表嘅時間，其他嘅學者樣幫佢看而一答問題係。好奇怪，學術界嘅反應係乜嘅？係，一到按樣嘅研究，比方說民俗研究按樣嘅場域嗬。唔過我嘅想法，我嘅做法就係講我較多，比方說像田野調查、人類學嘅研究、民族精神醫學按樣嘅研究。唔過呢，唔愛本人接書啊，一聽我有真嘅冇辦法，就係講。我要懂得學術嘅理論嘅包裝，還有學術嘅語言。如果沒有那個，冇辦法。一定你冇辦法。不過樣板到前度懂得台灣對呢風水有興趣嘅人哦，向下來研究，然後台灣呢個發生呢種地方呢種事情嘅地方生態、歷史、文化，然後去夾起來。按你真有意思啦！目前看得到嘅傳書，可能就係有本模型啊嘅世界嘛，嗬。模型世界。嘅係人類嗬，係也有民俗，還有嘅信仰之類、傳說之類嘅，佢哋現在都地方。然後而家做嘅係啲陸地冇嘛嘅強樣，係冇嘛強樣。嗱我就講，因為而家嘅我哋講而家要實去國外去發表嗬。我想了解就講，按樣佢嘅研究主題望神。唔到國際嘅研討會發表嘅時間，國際嘅學者樣辦看，記得嗰邊也有類似嘅按樣佢嘅研究嘛？研究有，唔過就係講可能就當零散。嗱，記得而家要擺老牙嘅那種初步嘅研究，把老去搞到羅馬尼亞嗰邊去發表，我冇去啦，就錄音發表咧。嘅台飛嘅主持人啊，看到就應聲啊，佢講啊，我咧度咩入邊動到。哦，佢講羅馬尼亞動到。
还有呢，就是讲有一在东有两个理解，就是讲从南美洲有一种老蒙神董枪的传说。叫名啊，唔记得东南亚。佢嘅意思講吃羊的鬼。哦，食羊。食羊的鬼。食羊的鬼。佢嘅鬼咩？細扎。係呢，嘅描述就講佢綠色的。安不太會出來。做多怪事情，我媽會欺負人。我欺負人。欺負人。YouTube 上面還有影片。哦，唔知真的還是假的唔知啦，嚇。唔過就係講呢一個東西是種動盪，唔過人家都要做就係講，一聽人家講就講，我留台灣嘅發生按樣事件，按樣現象嘅地方，加個特別嘅特性結合起來，按人將你做下一步嘅講。全世界某種樣嘅文化嘅一種比較和結合安尼，應該安尼做。哎呦，談起來這個蒙神，雖然講台灣有人提出嘅蔡天星，不過人家是變到全世界特別人類嘅一個各地方嘅一種文化地度去比對嘅時間，可能就有聽到冇相同，係你相同嘅地方做對來講吼。我想要部分非常精彩吼，有關呢個蒙神嘅世界性老蔡天星吼，等下下一段節目我詳細來談。觀眾朋友，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今日來談嘅話題非常神奇，係有關蒙神吼。有請到一個呂淑忠老師，淑忠聽人講到咧嘅蒙神，佢挺豐富嘅文化性。當然嘅研究地步要有去國際發表，我也有提到講，雖然喺文化性上佢要做所謂比較，佢個基礎係唔係按拉，不過呢係呢就講，呢個實體蛋糕對當代來講，當代。佢係呢有沒有種嘅意義存在嘛？吼，呢一部分就請你來講一下你嘅看法。蒙神嘅當代意義。哦，你就你順機啊！係啊。即係講啊，講啊，即係因為老家嘅一個蒙神嘅現象吼，變到無窮嘅時間，老家嘅時間地度嘅沙飛來看，你發現蒙神係一隻。用英文講就講一直存續的一個象徵living metaphor。所以講佢一直存在，對一種象徵。如果你係象徵嘅意義，有可能隨着時代會變態。像啊，就最近啊，就看那三個安尼，吃飯吃到一半，韓國一人打一巴掌，你阿咩不蒙神去做呀？有樣哦。慢嘅老本去按那個你那個勇氣做按樣嘅事情。好。事實上呢，台灣一懂以下按呢東西，像王家祥老師，佢寫一啲蒙神嘅咩，加嘅東西就當面係兩種東西，一就係生態論述。生態論述。那麼點解？就台灣嘅有名嘅小黑人的傳說。那個塞夏族的矮靈啊。那麼呢，像有一個詩人，有名叫卡薩布拉揚，佢寫一本《老蒙神的簽契約》，還有一本。老蒙神大契約，大契約，還有呢，甘耀明，苗栗的哈，有寫嘅乜嘅，嘅書名啊唔記得，水塔乜嘅，嘅乜嘅本你都冇有寫，還有就係講李喬老師啦，佢後來有本書，很多美與身體，佢應該係兩本，佢地度有一台，就寫安尼，佢寫東東神奇啊，後來我發現老。芥川龍之這個合同，填合同，動槍，我咪講故事嘅結構啊，強樣，即係講合同嘅故事動神奇啊，即係講一張臉呢，佢不小心走到合同世界，你很多合同嘅世界。合同就從蒙神係咩？佢轉嚟以後呢，佢就發現，原來正常人嘅世界當到問題，當到鬼怪啊！跟李老師那個嗬，差唔多嘅按樣嘅意思。短片嘛，那麼就講這種他們，佢有個蒙神來嘅狗啊，嘅那到羅馬尼亞嘅發表，那個最後面，那標嘅銀行就兩條狗嘅，即係狗咩動有意思就講。
用版讲梦神是一个 living metaphor，就是讲个歌里面吼，佢讲嘅歌词啊，就是讲啲梦神嘅显托嘅动作，然后会让你填这个东西。苏总，你跟我那边啊大差异哈。所以说，我也写过梦神。哦，是，sorry，专家在这。我写过艺术史很多本梦神填到。啊，我嘅写迄我去我经验，因为我嘅当时迄都太好地都教书。特别读，因为我喺教历史嘛。OK。我特别读到学生发现叫头脑地都撞嘅高一撞嘅拉历史，就本来有感而发，就写讲啲老师头迄本梦神填到嘅。啊，神奇嘅迄我后来得到嘅吴浊流嘅。是十奖嘅是，佢奖牌蛋糕是不是啊？本梦神填到等10首诗。古时候给当中央一个代表了，系啊。呢個夢神啊，吼，佢嘅傳統嘅意義個老家生，像人哋嚟講嘅，就講一度行我哋嚟研究，嚟了解。但係呢，佢同時呢，會影響到人厲害社會，厲害神法。哦，像阿濤講嘅故事就係咁。夢神來，嘅夢神可以係資本主義啊，資本主義，咩做得係國家，因為呢呢下國家對人哋嘅神法影響動態。你啱樣講嘅話，我想到確實有一個夢神來，紅色嘅嗬，係歐文睇就。古時咪就從得諗唔滿啊，因為紅色嘅。歐文睇就。歐文睇就哦，佢怪怪啊，係。嗰時候咧就係講，呢下對同就講，佢現代嘅夢神老無共用嘅意義結合起來。係，所以佢活生生。嗰時候講佢行係叫用話講，夢神真佢冇離開啦。一直從旁邊行來行去，懂個意思。咁樣蘇總，你沙下來研究個技術發展下去嗬，你係有呢條就講。他天天嘅方向嘛，對老太透露一下。因為我嘅訓練嘅限制啊，哈，還有限制，還有呀，工作同一模限。嗰時候我可能係做較多有關精神醫學方面嘅研究，將按照老嘅遊走症相關嘅研究，還有呢就講，你當然冇注意到。夢神嘅現象地度有隻冇講出來嘅問題，就係個身體嘅變化。像我剛才講嘅從鯉魚潭嘅隻，基本你發現佢從個大排水溝交接處梯形嘅一個接口，頭朝下，腳雙背，佢只穿一條內褲。唔過佢係呢，然後呢，加個束腳吼。全部冇任何的傷口，摩擦過，乾乾淨淨，然後佢加個 T 字形的，給它排水溝吼，你用從哪一個孔進去哦，都要爬100公尺以上。佢用爸爸抹個，就問給消防隊員，去救難的，佢講，佢唔看到用板，唔敢講用板，你喺沙飛口嗰邊問咧，佢問佢當事人，問。去救援的，佢看到嚇到佢，我第一個反應講，那就是夢神咧。所以變咗講，聽到本夢神填這個人本身，他那個驚恐可能都唔係冇，點都會碰上去看到嘅人，係你聽到嘅人會被驚嚇。將來就變講，乜解係夢神嘅一個故事裏度嘅同重要嘅點元素哦。跟冇太大看法冇用，你當然就會講花動作嘅心理去想，你係真的係假的，佢係唔係鬼怪，佢係乜嘅東哦，呢個可能唔係對我來講唔係輕鬆嘅一個事情，蘇總啊，按聽你講嗬，確實一個夢神嘅研究係有非常多嘅面向，而且你有提到講有非常多嘅嘢係有文學，係你藝術嘅方式有非常多嘅文本嘛，嗬，那我就講你提到講。你嘅研究嘅方式可能同你本身學科嘅訓練有關。咁如果其他講台灣要嘛去做樣研究，用版型嘅面向係咪做得有啦？佢實體嘅方式係一種網絡嘅方式來做呢？對啊，就係同重要就講啊，因為就準備了
访谈哦，发现跟日本啊，跟合同啊，有合同研究协会。哦，有研他说啊，董人哈，像李老师们，今日讲董桥就讲李桥老师讲，英国台湾有一张梦神嘅研究协会，因为你啊，这东西太太的，一定要懂得某项一个专业嘅人，向下有兴趣嘅人，向下来做，向下来研究，第二摆一度研究做，已經有一個基礎嘅咩？唔過呢，二老國較多目標用嘅觀點，還有理論啊，現在嘅理論，還科學嘅研究呢，然後去整理過，按嚟怎做一個動，有發展性嘅研究嘅主題啦，按嚟想，故所以呢，按想。基本每月啦，機會就講邀請大家有機會想辦法來交流，多啲懂得嘅民間研究者有興趣，唔過大家冇個平台，故所以有將來有機會哦，應該想辦法來注意怎麼解，像合同協會啊，都有意思，大家來佢都來去請夢神咧，咁樣有意思。因為我去講看呢一個問題吼，我一個好奇嘅一個疑問啊吼。過去因為歷史的發展開墾嘛，那個篳路藍縷、雲起山林，山那地都有非常多冇了解嘅東西，冇了解嘅知識。唔過你看人家歸到台灣，人家嗱所謂資本主義也好，商業嘅發展也好，工業嘅發展也好，我們人台灣人跟山林的經驗，共生在一起很疏離。按用嘅情況底下。在這樣的意義底下，你知道夢神對這工業社會，我有乜個提出你簡短1分鐘。簡單來講，因為夢神係一個 living metaphor，就延續的一個象徵哈，佢一定有辦法，讓台灣人原來有關係同緊密關係嘅大自然重新結合。有樣。故作佢唔係歡迎，佢係一個機會，你要得重新來調整人老社會嘅關係，老自然嘅關係，生態嘅關係。故作我比較樂觀啦，唔會講佢要講嘅事情沒有有意思嘅，佢有好處嘅。有樣。感謝李老師、蘇東老師給老太家嘅分享吼，佢咁樣講咧之後，就敷衍一個靈感吼。我聽到接下來這個持續嘅象徵，我有一隻老空屋有關嘅夢神出現吼。感謝各位觀眾今日嘅收看吼，下禮拜真想同大家轉過來繼續來討論。今日蘇東老師讓人介紹非常多嘅書，大家有興趣都嚟一起來看咯。感謝蘇東老師，什麼。